前面我们学习了3种比较重要的句型，那么根据课文内容，我们来看一下这3种句型在实际生活当中是怎样运用的。대리님 제재 가서래. 디린 제재 인시 저지래. 뭐지? 대리님이 가로게 깨가르다. 나왕 앞에 새 인시 저지 계란 가로게 깨가르래. 그래다. 다들 깨가르기 왔다 저리 제가 저기. 뭐나? 계란게 깨가르 지래. 내 깨가르 더 집에 새 일이래. 계란 깨가르 그대로. 난너 집에 새 중이라 깨버래. 계란 저기 깨가르 땡그래. 뭐만 깨가르 동에 농소요 말해. 이내 땡상 쇼는 허세게 깨가르 동에라 대부지기도. 刚才我们在学习课文和情景练习当中遇到了很多生词，那么针对这些词汇，下面我们来进行重点的学习。蹲吧，第7。蹲吧，第7。打测日期。打测日期。体林，今天。体林，今天。打娃，月份。打娃，月份。节囊，旺。节囊，旺。啥？星期。啥？星期。啥你吗？星期日。啥你吗？星期日。生日，明天。生日，明天。给，出生。给，出生。罗，年岁。罗，年岁。街落，公园。街落，公园。罗松，3年。罗松，3年。啥打娃，星期一。啥打娃，星期一。啥你密码了，星期二。啥密码，星期二。啥喇叭，星期三。啥喇叭，星期三。啥瀑布，星期四。啥瀑布，星期四。啥巴萨，星期五。啥巴萨，星期五。啥边吧，星期六。啥边吧，星期六。打娃躺不，1月。打娃躺不，1月。逻辑，1年。逻辑，1年。罗啊，5年。罗啊，5年。罗给，8年。罗给，8年。罗就，10年。罗就，10年。嘎若，女朋友，男朋友。嘎若，女朋友，男朋友。给嘎拉，生日。给嘎拉，生日。老大，礼物。老大，礼物。我吗？以前。我吗？以前。6岁，习惯。6岁，习惯。扯之前，准备。扯之前，准备。可惜，有些。可惜，有些。寻怒，年轻人。寻怒，年轻人。塔不起，流行。塔不起，流行。撇切，恐怕，大概。撇切，恐怕，大概。给嘎尔东，过生日。给嘎尔东，过生日。总局起，约好聚会。总局起，约好聚会。扛着起，怎么办？扛着起，怎么办？明显大，别人。明显大，别人。密码了，
密码。尼玛尔，尼玛。打瓦姐吗？下月。达瓦姐吗？下月。上海，上海。上海，上海。熊团主出差。熊团主出差。看什么什么的人。看什么什么的人。咕带烧祭。咕带烧祭。盘面藏药。盘面藏药。他这次。他这次。前面我们学习了日期的常用句式、词汇，我们还进行了情景练习。那么您对藏语日期的表达方式有所了解了吗？好了，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，解码解用。让我们下堂课见。